人生像一条好长的歌way，有喜有乐，有感动有快乐。人生也像一本书，有思想有道理。人生更像蘑菇，一晒风采，酿出金色的大地，来替暗香风华，感受一段的人生故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玲，欢迎收看《暗香风华》。研究呢，我看到一本书，一开始有一句话讲：梦想这条路啊，开定也要去行下。嗰多年後生嘅時節，有幾多想法，幾多夢想，想去做乜嘅做乜嘅。不過呢，睇能時間經過，我哋見來見去，幾多夢想，聽唔係的，後來也冇勇氣去做。不過呢，睇園林，我哋有一啲招恩阿叔，而帶定一啲想去復興招恩客家文化嘅心呢，用行嘅嘢行嘅一轉台灣。今日我哋該歡喜。有請到招恩阿叔李宗垠李大哥來到節目現場。李大哥你好，主持人很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招恩阿叔啊，土歸台灣。哇，充滿了活力哈！阿叔幾多歲？我57歲。57歲。好。啊，當時讓我想來有一個理想，從我哋行台灣嗬，我哋可以視察啊，我哋可以去腳踏車去引進啊，因為想要用行嘅哋。就是迄問一個問題就好，就當然咱解問一個問題講，迄差不多冇去奧多拜，差不多冇視察，去睇嘛嘛好啊，啊，差不多人行嘅吼，啊，因為我事實上講吼，其實我都啲公家機關吼，退休啊吼，上講吼。伫退休的時陣，師母吼，伫食下一個禮物啦，哈，一個禮物。哦，退休的禮物啦。對，嘿，所以我是想講吼，透過穩頓去傳時間啦，哈。我一個好朋友，我是甲伊講，他唔係個土歸台灣，我是想做講，若用航路行歸台灣啊，航路安行吼，我嘛唔知，我本來想講可能呢兩個月是要行曬吼。啊，結果吼，我是想講，啊，你咁唔買，因為較早去了吼，恁係視察，恁係坐遊覽車，吼，啊是無法度講吼，深入去了解台灣嘅土改蔬菜啦。啊，所以我想講吼，我就用行，用行嘅吼，較是印象是講吼，唔使用量機橋來，就接近台灣吼，客家嘅人，啊順順呢。加因招安的文化吼，對披薩了解台灣是招安文化，啊，下嘛咱尋嗰款嘅客家人較多嘅蔬菜行，吼，啊，所以咧現在一開始吼就想講，用呢個方法，應當係唔會歹吼，啊，我加介朋友嘛，你感覺講，我就陪我行，吼，啊，我是感覺真係新鮮嘛，嚇，種好，啊，佢若就陪我行吼，我一天唔會感覺無聊啦，吼，唔會寂寞啦，所以我就決定講，好，就甲行落去啊，啊，開始嘅時是主動去甲行，啊，不過經過過來，向面一起笑啊，啊，所以掠一個酸甜苦辣吼，係真新鮮啦。哦，第下我哋會談唔講幾多故事哦，嚇。剛一開始嘅時間，你陸家人有支持嗎？講嚇，我去行台灣。掠吼，本來我朋友嘛講吼，掠凊彩講嘅掠，啊，我嘅好朋友就會講，安尼聽我快屁啊遐，他就因用行嘅，迄就行去救啦，吼，啊，毋過我感覺講啊，退休我都冇時間嘅壓力啦，我退休就我一開始我就是時間，就我想2個月啊行唔會殺，是少年人啊行1個月爾，我想我2個月。現在我嘛行唔殺，啊2個月行唔殺，冇嗰個創嘅嘛唔可以見，啊結果就咪我行咗差10-13個月啦，但是真新鮮啦，了解就到蔬菜啦，啊新鮮嘅米線啊所以感覺真新鮮，真好爽。今日睇準備喺時節，
有乜嘅事情要特別注意嘅冇？有時候有特別準備乜嘅東西要宣傳啊？有。因為我是想講吼，因特個內吼，所以書一樣查嘛，你要控一條荷衣啦，控一條衫褲啦，肥啦、屑的啦，啊包括肉啦，你都咪肯弄學習啦，啊想講，唔知酒廠的吼。咱因本來想法是想講咱因要使記咧，甲款的 7-11宅急便親做行，下晝要使行去倒去甲接你要使用記的想用你個想法，咱因要使強輕鬆落去行，不過無實際咧行的事情無法度按做，因為我能 7-11能天然嘅將記要倒米，我天然能摕個。記個總公司一陣個記，所以咱而家想法就冇法度做了。所以講啲準備嘅個時間、個事務吼，應該咁樣講，一天落去變，基本上嘅加都未發生做，冇咁樣吼。所以咱要變。你個過程嘛真好料啦，真好爽。好，要睇路行要準備嘛嘅講，睇家人看到講，招按阿叔唱223，招按阿叔吐全台灣，要特別做誒，係咪？特別做，你兩個係按卡架嘅衫啦，好像跟他苦行僧拉着一台車，然後我們到新北市的時候，新北市區每個體力街就按卡架文化你又會剛剛兩坑的嘛所以我能徛入去，徛兩支兩支狂咧行李小背我嘛是飄語啦就按阿叔土貴台灣嘛按因就要了解讓做就按阿叔就按阿叔用行的我感覺我們是酒台粒的講真嘅用行的係啦用行的冇時差冇人來載人嘅這個行全部都行嘅地差不多一般的時間係能一個人行啦一般的時間一個人行我能陣3個月行50年啦50年是差不多講20萬年係能一片肉講下一般年就10萬屆一般下2-3屆一般下用個人嚟行咁呢出發嘅日咧第一日20萬屆人幾多年20萬屆人第一日的情況記得冇？因為我有啲朋友已經去腳踏車第一日的時間錢包就掉了第一日錢包掉了，剛開始我要去也沒去呢。他說第一天的印象很深刻。你嘅第一日呢？我第一日係帶着很多人的愛啦，很多人的祝福我哋廟家咧拜拜大家有人創業鼓勵啦感覺安真好當然你個過程當中將來嘛係招到呢個迎接嘅啦嘛係嗰個廟拜拜嘛係招到呢不過我哋咧行嘅過程嘛係點物件大物件開像客家帽子啦一啲是小包包摸佢啦小東西摸佢一般就啦我就記錄突然要殺重要嘅人，土記酒道物件行了差不多特別去啲屏東甲這邊去一大幕佢，實在就可惜我記錄酒道應該該鼓勵該給我激勵的一大幕佢，鼓勵的話全部都就去了。是剛才第一日航海的時間。有沒有覺得我後悔了？我想回家了。有沒有第一天？沒，第一天是充滿了活力。充滿了活力。第一日行到哪咯？第一日我行特別溪州，行溪州普信的鄉莊剛剛團隊嘅人收書還歡迎你那個普信的鄉莊，長安去食飯我行咧。溪州的蔬菜，且甲幾個食飯，天然嘅將個台溪州甲這邊個行落去。好，你準備一多嘅時間能出發？你準備久嘅從開始決定嘅愛嚟行，到正式出發。
差不多就是过完夜的时间哈。也过完夜的时间，其实咧上讲吼，同样就喊吼，无较快慢吼，无使吼按愈喊愈精神吼，莫讲按愈喊愈艰难，是些想讲，用就加打气哈，给自己打气哈，能够愈喊愈快慢，愈心情愈好啊，其实就这样，过完夜的时间，咱就刚才想讲，就行年头愈就行年接味要较新鲜，是按上啦，恁用上的啦嘛，无真经功夫，行上拄出来问题是愈解决啦，感觉。因为愈行会拄到某些事情唔低呀，很多的状况嘛，所以你计划赶不上变化，好吗？好。而且现在好笑的就是，你看像我们第一天、第二天，第一天就普心乡长要请客，这行吼。结果行无到位，哇！行出真艰难吼，天爷去草屯，镇长嘛出枪，哪用行了吼，行无到位，行咧5天的蔬菜，是饮茶，因为阮两个店啊，因就做几个茶库，加几去食盘，加几开开，开讲佫剪到行啊，天爷讲过行，所以在容易吼，天爷甲天爷去小夸是状况，咱伊过来是摸就。包括了台里面，我嘛摸去摸像个 SOP 哈，就行到里面，是内底里面，写简单写。观众朋友，我哋头到谈这位阿叔呢，李太高啊，讲伊准备的过程，无简单呢吼。等一下听，我哋再来访问伊，听伊讲一下睇如何发生的故事。讲较英语较挺毛吼，佢家边讲边讲，坐拢入来菜底啦吼，自甲讲吼 ，I just walking around Taiwan， really， 他有点佩服我这样子哈。分享归来暗乡风法，头先我哋听李太公呢讲准备嘅故事，一下我哋来问伊如何有遇到按多么嘅事情哈。李大哥，嘿，主持人 hello， 嘅我等啲吼，我哋过去我哋去旅行嘅时节，大部分视察啦，行高速公路啊，坐火车、坐高铁，嘅风景我哋经过。看唔到细节，错冇？要不用行的第一相信一天看到几多几장嘅风景。人拢无同款吼，因为吼，他视察加坐茶，加个关的骑奥多拜、骑铁马，无同款。连路边的蛇类的花吼，人人就清楚哦，酒酱的呢。规路拢酒酱的吼，过来台的部分嘛要使用酒清楚，因为道一行，所以规路行起来吼，见行见看。像迄行甲台三线吼，台三线吼，练台三线哦，甲你在苗栗甲这边吼，台中过来了苗栗啦，新竹甲这毛外树茶迄地方，那唔系白柳咧，白拢毛外茶，所以风景吼酒酱的，像在。东海岸吼，东海岸，太平洋哦，买酒酱哦，因为吼，咱因在咧平壤嘛吼，就往卡拢在平壤，让做甲海吼，酒酱一个山一个海吼，让做酒站的吼，所以我感觉讲吼，永行吼，发动让做台湾酒酱的蔬菜。甲恁行一转吼，迄更加同讲，请一袋蔬菜，请可以一袋地方我去哪？一个地方最酱诶，你感觉到最酱。我感觉讲吼，我伫咧明德水库噶。明德水库，我一个人吼，干种干咱一个人行的。一个人行。剩啊一个呢，行到明德水库个这里吼，你甲这位凉亭养出台湾的明德水库来酿开吼，我感觉起得高高，爱酿起来。然后我自己退休了，摸代志，好享受。然后想着自己心爱的人，那该多好。如果有在身边就好了。
刚刚我相信你睇路航一定没有读到嗰度真正人除了风景之外，哈，您讲哈，台湾最强的风景都热情的人情味。冇错。啊，当然拄出真多人啦，吼，包括吼，甲款的柑仔店的调价，古洋葱啊，那就可怜的吼，烘落安规项流汗吼，啊，讲啊烘落去甲这款米啊凉的吼，佫无佫酸啊明显哦，啊，以为讲啊，你管啊全酸现啦，你管毋是紧酸，像慢，呛啦吼，佫咧呛来吼，鼓励啦，嘿，真多人拢嘛啊，以为你烘咧愈粉，佫嘛爱甲比讲，哎呦，迄就要甲调上坑诶，迄学啉费嘛，迄就新米线嘛吼，啊，所以要使酿出讲，当然真安一步一步烘诶死吼，酿出真可怜吼，因台湾人拢要紧上就紧调上坑吼，啊，甚至吼，拄做像迄主持人同款，干讲诶歹事吼，还讲大哥，需不需要我载你一程？吼。我跟他讲说哈，想给他载，可是我想说不行啊，对不起哈，我在走台湾，我在走台湾了，啊，他一副很不相信的样子哈，可是我还是很坚定的，谢谢你，让他走。那我们嘛就堵车赶快的小念的哈，啊，甚至那里该面试哈，该讲，哎，你需不要载一程哈？所以碰到堵车就都会啦，过几次会哈，堵车个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哦，啊，搞成就拄个落雾，吼，啊做雾伞，啊做雾裤，吼，啊样桥啊，杭州近吼，就像落雾啊，甲佫查停啦，讲甲英语啊挺毛吼，啊佫家己讲边讲，坐拢入茶底啦吼，啊一个讲吼 ，I just walking around Taiwan， 伊就讲 really， 他有点佩服我这样子哈，然后就离开了。我说台湾人哈，真人情味啦哈，我嘛是拄出个哈，佮加米量的哈，佮包一个青草地哈，佮加用个报纸加公梗的哈包起来，保温，啊结果哈要使保温哈，3、4点钟，冰还佫酒了，哇！所以台湾人啊行研究哈，拄出酒到台湾人拢无。上了家就上坑哈，所以台湾挑好的人情味是真的哈，台湾充满人情味哈。但这样路程当中哈，一定会遇到，冇可能安顺啊，一定会有几多的意外，也算有遇到乜嘅困难吗？哦，我拄出真多哈，一般亲摩带啦哈，行的哈，那行到道南哈，卓兰卓兰，香港卓兰的镇，结果在他们的街上哈，摸带啊，我去问派出所，派出所我讲，啊记录了就摸带哈，啊摸完去个行台三线，个行去过哈，哇在行，啊好甲我差不多行差1公里哈，啊就甲款的看板是写哈，写甲我填上甲间店名怎么改哈，啊交天马过，挑价接的佫讲，啊歹势俺钱吼。钱莫做生意，因为咱钱咱去批米了啦吼。啊像哇，啊像个杭州店啦嘛吼，杭州店无能带，我全个店问甲伊个仔纸变吼，去甲伊讲，啊你山灯是带的啦吼。啊像我若个行个山灯开吼，讲我行6、7公里，啊阮最近走暗，无法度，我是吼哦解决嘛，啊所以我是行特别甲接米吼，啊全仔纸变。该限一辆客停车、自行车，该载去甲款的山灯，啊，将载个款的水管屋，很简陋的水管屋，厕所也很简陋啦，简单很简单啦哈，啊，每件因在行路，唔是带好嘛，要使就面的路都使迄个，使好飞，要使解决现代问题安置好啊，天像我就载过很客停车解决，结果伊佫甲民宿的调价吼。嘛，就热心的佫种，唔说迄，我全直接给载咯，迄茶暗只吼，行路的蔬菜，啊，就特别是哈，所以也是堵出问题吼，办下嘛亲摩雪的呢，行路着上，伫苗栗甲这边望外人吼，我行着下晝3点钟将亲到雪的，亲到雪的吼。简单线，结果我行1、200公斤，哇，几样线再试100，所以真是，是。
假如讲身体唔爽快啦，又身牙痛嘅痛啊，嘛拢买了，买吼，我心头下拄出落雾啦，啊像落雾落卖行，我去滚，我偏就是要改修讲，你环岛，环岛，落雾是唔行，真休息一下吼，就有啊，你改修，我一行电影，所以落雾我嘛行哦，你嘛行较免的吼，台湾的要起水泡。甚至吼改边吼，嘛要愈破皮、溜皮哦。甲安香卤吼，一小橄榄的，然后改观嘛吼，落门是想讲，起水泡原来可以用沙龙 pass， 甚至最好是用那个卫生棉啊，然后贴起来，真的就没有问题。但会痛啊，会痛啊。迄搭起来是唔爱，搭起来哈，把这边搭起来哈，是拢唔爱。所以吼，落面啊，这个行路吼，迄落雾我嘛唔惊。你们来行，已经人来行较免的吼，起水泡嘛唔是巴适，应该使解决呢个问题。但是咧，迄经过吼，经过几年的时间吼，是因就因要甲因讲嘛吼，行路我是堵车，办咧行台湾吼，环岛吼，规家讲，用卫生棉。我是用卫生棉都过来都冇问题了，所以是。刚刚因为有啲朋友哈，有咩用行地行台灣，伊講伊最驚嘅事情係狗誒，有狗追，有被狗追過嘛？我嘛有啦哈，那時吼，甲狗啊，迄度行咧人嘅污染下吼，狗啊爬，佫亂跑，迄人衝出來吼，當衝我倒尾，強車，揚到嘿，啪咯，人就強車啊，所以吼，我落暝暗時吼，我一日冇咧行，咱行草唔溜電，我就去滾，因為迄人嘅屍體吼，會冇指示車，若暗吼，冇指示車，甲狗啊，人就衝出來，我嚇到，所以冇強車，所以我是暗時我是較冇行。按不條路休息，好，按不條，按二十條路行，唔過二十條咩過一年啊？你是條較熱較做行，較做行。你到點方床？我係能唔點歪吼，唔點歪起來差不多6點歪行。침頭我係7、8點，因為침頭我能飛較久啦。落暝唔溜眼啦，咁就是落來溜眼啦。所以咁就是愈做差唔點歪起來。剛剛呢吼，因為我自家咪過好旅行，在旅行的過程會讀到新的朋友，甚至會嗰種變得都錄卡人用誒，有沒有遇到讓你印象深刻的家庭啊？你去住的時候，比如說你找住的地方，請迄個地方嘅時間，有種雖然是陌生人，但係嗰種錄卡人就太安尼。有，我是堵車吼，只是加味啦吼，印象挑深的是去富里吼，法蓮的富里吼。甲這邊我去拜訪吼，因為我攏經過柑仔店，柑仔店的調價解修改，講李署長第一禮拜一烤天馬隊，講迄就按蘇灣迄土貴台灣吼，尋迄個蔬菜，我尋條我冇愛相信，老妹佢講真勁用行，我不是落解摘，落解摘吼，同我去搶個食盤咧個，個按食盤個偏做咧吼，真有勁啊！你偏啦，個搶個偌大，所以你是因此要真感動講吼，台灣人客家人吼，對客家人干相好吼，所以咪印象無特別較深。觀眾朋友，我哋頭都聽周文阿叔講嘅按度安精彩嘅故事。不過呢，伊也做呢旅行呢，最重要嘅目的呢，係想愛尋到伊哋呢周文鄉親。我哋休息一下，等下再過來聽周文阿叔講故事哦。毛被哈，毛被，行個關呢，旁邊如果有毛被，我哋冇特別個念下哈，而家寫招安，是造詣哈，造安或者是造詣，那就是從造安。對呢哈，很聰明呢。所以這個是我用這個方法找到很多了，在宜蘭哈，找到很多。
觀眾朋友，歡迎歸來暗鄉風法。也走完阿叔呢，帶定伊嘅走完文化，行出園林倫輩。一方面呢，愛將呢文化帶出去；另外一方面，又想愛潛在一定呢走完鄉親。我哋講吼，走完鄉親，該度已經唔多曉得講客話，吼，大部分都河洛話嘅。啊，甚至於呢，該度嘅後生誒，唔知即個係客人。冇錯。即話說，家呢，去到台灣各地，我用嘅親人咯，茫茫人海，也冇可能講多人都會講，你係客人咩？錯啦。係用嘅親嘅咯。雖然咱招人吼真可憐就講，咱因心懷年輕，咱唔望因提供嚟招人卡，咱能講了拗客啊吼，咱天嘛拗客啊，咱只個手外聽我嘛唔敢講啊，你飛去行台灣吼，去吼，因為我哋想講吼。落深因招人卡吼，因卡因帶咧嘢接伊吼，落去了解一下。所以我行到位，我2、3屆方法啦吼，只是那些偏就無小解講吼，你咪是因招人，你咪是招人，像因新北市吼招人客家文化協會吼，嗰陣是酒調上坑嘅吼，咱因頭位宜蘭，嗰是招去甲因受過宜蘭，吼親阮甲客屬總會，台北市嘅嗰嘛甲因受過，所以有人同介紹，無調上坑。另外即個方法咧，我去人甲講嚟摸波吼，摸被吼。墓碑，行甲款咧，旁邊如果有墓碑，我能冇貼對甲念下吼，如甲寫招安，是造詣哈，造安或者是造詣，那就是從造安。對呢哈，很聰明呢。所以這個是我用這個方法找到很多啦，在宜蘭哈，找到很多哈，在在新北市也找到很多，在貢寮那邊或者說在那個宜蘭特別多哈，然後再來第三個方法就是用門哈，那來行柑仔店哈，商店哈，商店老闆哈，他一定會很清楚，所以我就會講，你咪卡狀卡印狀吼，卡印相，甲這邊吼是帶卡印，因互你咪簽幾個主任會面，啊，簽秘書狀，所以人哋3屆方法吼，那就簽到真多就按個主題吼，當真有簽到，係就簽到3米吼，那你唔想特別簽吼，第一次在咧頭面台客哈，20幾戶，全部都是講九安卡。不過他們音有一點比較偏，頭面，他們的字哈，他們的音跟我們是一樣的，調有點不太一樣，對，變不一樣的，他們也很熱情，因為碰到自己的親人，相親，找了自己哈，還那就是白天哈，那個酒出來哈，大家到時候開講啊，講書啊，就親切，就熟悉，來提一味，聽一味哈，佢特別宜蘭哈，宜蘭面哈，酒都能講，能那個幫啊，能寫酒造詣哈，酒都可能講出摸一般的上做嘢啦，即宜蘭面啦哈，你見到人家了解講，上酒嘅哈，貴下差不多6萬面咯，貴下種係酒安來哈，唔過大部分佢都唔提供佢係卡嘅，一定之間，應該係河洛語，我家無客人，我家攏河洛人，所以這個很好笑。不過是他們的文史工作者會講其實咁樣係酒安卡。嗰是賴羅嘛，黑人哈，姓賴，生料師羅哈，那個也是在宜蘭哈。重點我講，我找到一個住在壯圍哈，84歲啊，84歲，我也個未曉講，那因酒安卡，我開個戲真心是，我也先叫做掛身體，掛身體，我個講，我因帶酒安來，我因講酒安卡，個冇愛相信，個是很掛小姑，掛小姑切。那個主角嘛，等一下我要講個主角片段我就跟他講，他聽了哈，哇，他很高興，我講抽，兩次嘅酒安卡，趕快用跑的去找他媽媽，用走的，我特別優秀啦，掛伊84歲，除了剛剛講，那感覺可以去3屆啦，另外一個是熱情的辦書佢我含不講能坑。幾年前剛剛因坑款，就是因為講咧是冇小法冇坑用，我甲幾因講完全
腔加调软腔，腔加润软，咱因就加录音啦，因为佫看我咧讲啊，毋免讲无心开，是问讲，就熟悉讲，他不晓讲很久卡，我甲伊讲，他的公公很凶啊，我等下过来时，我袂晓讲客，我若毋讲客，毋学客。阮规家伙啊，大家庭，无人要甲我讲话，无人要听讲法，就甲阮讲书，所以佫一天学讲。又好，我几个洗子，嘛若毋讲卡，嘛要定欠5斤价，要定求耳子，所以咧贵母啊，虽然依然拢无咧讲，依然面拢无咧讲，但是佫母下，拢也是咧讲，甲阮做大家庭，所以佫一天学讲的，所以电了歌讲某句，佫就无讲，所以。今仔咧讲，看无共捌溜啦，佫完全能听入。几个儿子，几个小婶，嘛拢也袂晓讲，毋过讲袂新啊。咱两就甲有讲啊，甲几个上届讲，试讲这就翻译讲，深车因袂晓讲，因就用下的唇印啦，甲经过加深咧，甚至规班咧都毋是联络，佫嘛毋知讲，人家是就用下。按旧无联络，也无见过呢吼。就天二下啦，天三下，天三下迄啲南势台南的南势甲这边是一个江家古厝，江家古厝，开的时其实嘛迄两因小过的啦，讲江家古厝嘛迄卡印啦佫毋知佫招人开的时佫家讲滚招人呢，填着讲伊佫深出去味啊啦深到的就要这样子吗？这是一个欢呼，成功了，找到了，欢喜，因就欢呼一下啦。几因嘛会讲几因拢招安的，拢对招安来毋过几因拢嘛晓讲卡开佫嘛酒认同讲，因拢大概招安因，因拢一家亲戚，佫嘛甲伊讲佫伫家人啦，伫台北啦，伫桃园，拢是一条亲印拢是抑个是联络。所以讲迄个深出粒山米粒山米真少见哦。迄个山米要佫送起来抑佫是酒道因的亲印火鸡火咧烘的时，因要使佫有亲几印，所以掠三界迄印象抽亲啦。其他动动丢丢像花莲面甲台东面嘛拢是深出咱因的亲印啦嘛系佫酒好是掠山米系较集中较多的蔬菜今日深度也着走完乡亲。真欢喜吼！当然咯，一天欢喜。那无像咱伊咧卡过搭几天呢？那除了讲语言的部分，你们生活习惯啦，或者信仰啦、庙啦、创业嗰度习俗有发现到穷样啊，也算无穷样诶。你部分是我感觉讲已经拢推时代咧变咱因家河洛人融合的啦咱因较早洗煮的时，拢无食菜头啊，咱用菜头啊，咸咱因土火做都拢无生菜头啊，土火做拢无食迄款的用牛甲菜头用煮好食的较早经济较歹嘛，咧拜嘛，拢煮个咧，咱因卡因甲河洛人小可无共，不见你们很相近的啦，很款贵啊！你拜的方法嘛，拢用得很款贵啊。今日几条乡亲看到安尼带动走安文化安尼去行台湾，伊定有乜个感想？感想我是感觉讲我发现讲咱因就安啲分林的势力议论做两辈咱因唔系单独的，咱因唔系干咱因尔。规台湾酒道，甚至讲其他无同款的卡，因一个买拢亲印，输入的卡夹印台湾拢系日夹印，所以我感觉讲因卡夹印好容易买同款啦，拢对因真好啦。我讲也是我行安日人，我感觉讲我们不孤单啊，我们不孤单，我们有很多亲人，这个甚至外省人，甚至原住民，其实我也觉得很好。在台湾真的大家都是很有亲情，走这样一招，我觉得客家人是一个融合的代表。我们客家人可以融入到这个闽南文化、原住民文化里面，
外省族群里面，对甚至新住民里面，我们都跟他们融合的很好。对，所以这个是那甘果讲的康音哈，挑好的素材。所以这样子走了一圈台湾，心里有很多的感受哈。那当然。有书写吗？你有创作一些东西，拍照啦，或者是有写东西我有分享吗？有，我的想法是讲吼，我哋会安行安吼，我是走到记录吼，都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很多单位来接待我哈，那包括很多乡镇的首长哈，甚至是公家机关，或者是文史团体，客家文史团体也很多哈，到各个县市几乎都有哈。然后你有广告是不是？你有公告哈，全台湾都订的哈。冇，那就在新北市，因为我们族群比较多，比较联络，那个他们发动很多人哈，然后陪走也很多人陪了半天哈。宜兰也有了哈，那个就是透过新北市他们帮忙，满妹她帮忙说这个他们就发动一些人。那到花莲的时候，其实是我自己透过那个商店然后慢慢问就问到那个理事长，花莲市的前理事长，是我的好朋友，10几年前的好朋友他们花莲县的主任里边哈，他还为了我去那边拜访。他送我一本书，他是一个书画家然后他又带了四车的游览车到我们谈客家文化馆，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蛮就是说有时候我是自己找的，然后找到他们也很感动，有一些是真的是亲友帮忙的，所以我创造我觉得了我自己就是说，包括我回来的时候很多人接待，然后这个。把全身都把它淋湿了哈，最佳的洗尘方式，洗个奶口都干净。而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发现很多我们台湾的族群，发现我并不孤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景台的收获。观众朋友，那天听这位阿叔讲的安道故事，真是深度安道的这位乡亲，以带动文化行出去，最后又深转自家。等下天，我哋再过来访问一看咯。接下来，一个旅行过后，有某个事情晚上去做诶。等下过来哦。传统的这些活动，社主是要参加社主问阿公，你那边抗议，是不是客家人？阿公就会讲是这个小孩子他就慢慢他就认同在农辈认同度是很高的，因为常常办活动。分享归来暗乡风法，18日将近2整日的时间呢，这位阿叔行了1200公里。这一阵呢，除了看到台湾安岛安江的风景，感受到台湾人的人情味以外呢，最重要的，亲近许多走岸客家乡亲。李太哥，像头先我哋有讲到许多的后生人已经唔伫即个係走岸客。你用来看一件事情哦。日天讲起来七彩係日亮酒道但係我是感覺講洗禮佢冚我咧偏甲款嘅卡架嘅話湯佢是酒道人儂想講佢唔係卡人我若顧甲咁問講請問你是不是客家人？姓廖的他說不是，我們都沒有在講客家話可是然後繼續問他他講他的阿公稍微會講媽媽稍微會講所以他們被扶老化比較快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因為他們沒有在辦客家活動那我現在回過來講從我們輩用做酒道人佢唔唔當講佢就很卡因為佢都我們輩點咧偏傳言啦
桐花节，也是传统的这一些活动。小主是要参加，小主问阿公，你那边抗议，是不是客家人？阿公就会讲哈，是这个小孩子他就慢慢他就认同，在伦贝很认同度是很高的，因为常常办活动。那二轮现在也开始，最近也有在办，他们认同度也开始高了。那西螺我们现在也在开始有在偏蛙汤哈，找回来了。现在开始吃偏蛙汤哈，他慢慢他会知道他其实是不是客家的。那现在回过头，像我们在宜兰啊，宜兰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是客家，其实宜兰也是客家人很多的地方。我相信。无如来有道理，不个地方会抗议。伫咧台湾，咱就按开部分去阿干哈，因为都看面嘛哈，新外年现讲开始讲这个叫做早安课。早安课。所以我相信，无如来有道理哈，佫无认同讲爱就安卡。我有一摆哈去个台南，去台南那个江家古厝，去那里表演，唱客家歌嘛哈，他那些乡亲就说，后来他们才发现他们自己是客家人，所以对，那有一段故事啦，对，所以其实给的后生人发现这个其实黑人会开始回头去想，我的那根，我们的根，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才会去发现那些故事。虽然感觉讲，我哋回安巷吼，我发现讲，就往卡吼，卡人其实希望那些如来。如台如来如何？因为了解这家的祖先，入未来，无去重视。今日也一阵台湾行一阵，带点安度的故事回来，获得很多的能量，收获很多。当然，那要怎么？有想过要怎么样？有没有个计划可以送出去影响其他的人啦？或者是说让大家更了解早安客家文化。主持人讲了真好啦，即讲汉进来了后，同样是继续搁做落去哈。我感觉讲，第一伦贝离开蔬菜哈，第一客家文化馆离开蔬菜啦。最近2个月咧偏客家12大节庆哈，客家就按客家文化节哈，咱因入会哈的主题哈，其实一系列的活动就用早安阿叔，随着早安阿叔游客庄啊，天然早安阿叔。咱因的团队哈，尤其李日纯啦哈包括我们的还有李碧元啦等等哈，我们里面的比较核心的，就用这个主题来做这个整个西螺2轮贝的蛋黄地区的活动。蛋黄地区，我讲这个伦贝2轮西螺是早安客的蛋黄地区，全省各地当然都有。对。我们就用这样子，早安阿叔也是在游走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现在还有早安家族里面的早安阿哥阿妹哈，小只的在喝牛奶哈，吃西瓜。阿妹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西螺2轮伦贝地区的农特产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以后希望讲有机会就赶快文创的产品出来。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把这些东西请过来要的东西传出去。到大家地方就按文化一辈哈，黑就不改哈，透过早安阿叔这样子，我们已经把它化身成为早安阿叔就是早安客家人。你就是早安客家文化代表。是大家都是。我们很多的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会一起来重视这样。你会因为行一阵台湾，影响几多年，让大家重新再回头看这个东西，更认识自己。刚刚呢，将近20年行的1200公里。这一段过程，我相信因为一等人行的时间，只有你自己。自己跟自己对话，我想内心的一定有很多想法，各种想法。安尼一阵行下来，最深的印象、最深的感受係乜嘅？我在想吼，因为
差不多行2个月，啊，去3个月下底行差不多就2个月啦。哦，实际时间3个月。日洗日代志的是要展开吼，啊是过了甲点个，再要搁继续行，啊，恁种行实际上行毋是半年哈。是半年。啊，也毋是半年吼，我就感想啦。第一届吼，较深的感想是讲吼，咱咧行1000步，咱拢是用了计步器。计步器，行1000步，感觉就好行，无要改。啊，毋过今年行30摆的1000步吼，啊一般啊行4万步啦吼，行30-40公里，吼行到桥碰趴过，恁买吼，我都话讲过。我是感觉讲吼，突然迄种按甲做吼。本来一件细件的代志，迄其实坚持甲做落去吼，迄是要愈做愈多，啊，就变做小成功，变做中的成功，变做比较大的成功。就你忽然啊感觉讲，哦，我按毋是变年，行本来一件就细件的代志，我只不过是按行尔，我台湾嘛是差不多行1年，对，啊，所以做歹代志，若做坚持落做吼，其实马做就很有成就。第一届感觉啦，啊，第二届感觉我是感觉讲，因若想要做要改吼，啊，真认真去做，老天拢要改。哦，你想做的时候，大家都会帮你。很多时候，肚子饿了，奇怪就有走一走就有送食物来，就有那个食物出现的。对，没有住的，像那个有一个地方在岐山再上去一点，忘记地名哈，找不到住的，走到那里找不到住的，派出所的那个员警就说，来，我帮你吹，来帮我想办法去找住的地方。所以我感觉讲哈，因若真件想要做我的代志，真件认真去做，不要去想困难，去想办法解决，我们都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感想。第三，我感觉抽要紧的是哈，我感谢讲吼，走到机关团体，走到朋友，包括魔术师的，包括日界朝上很高的人，包括我的团队像李日纯，李碧媛，廖丽珍，最重要是我太太，他们都无怨无悔的支持，所以我才能够放心，开心的去做。即使在过程当中有很辛苦，我几乎想要放弃，后来我也不能放弃嘛，就还是要坚持的力量到底哈。坚持的力量是因为，第一个是我已经讲了，我一定要把它达成，如果没有达成，我怕被笑。第二个，什么说天意盖些讲哈，就困难后，我去想办法讲，你酒业咧，我是较做起来，是嘛，他的道理啊，是坚持下，之好，是大概时间过月，是不行啦。所以我学感谢讲吼，伫咧我行1年过程当中吼，包括客家电台给我很多鼓励，该播放好几次在电视上面，我如果没有走完，被笑死了，对不对？我本人呐，所以一定要做啊！那真感谢吼，日界朝上很高的人啦吼，修书魔修书的，包括我好朋友，我的团队能做遐较感谢。各位观众朋友，那天听李太哥讲的按多精彩的故事，除了看到台湾安江的风景，感受到人情味，深到按多的乡情，伊的故事呢，真是激励了我们哈。后生的朋友呢，还有乜嘅事情想要做呢？如去做，像李太哥讲的，想要做的事情，太感人，如会同探索。今日真是够欢喜，有请到我哋的李太哥，谢谢你，谢谢。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大家。暗香风法，我哋下次见哦。唔记得完成嘅梦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梦，不管係人大嘅理想，還係細細嘅想望，夢想會帶俾我哋力量。古少年會講，有夢最強。這晚阿叔退休以後，能去追求自家嘅夢想，行路奮鬥，我感覺到自家該好運，一直行喺睇夢想嘅路上。我去理下，去認識莫同樣嘅文化，
去谈故事，再用創作嘅方式同大家分享。對我嚟講，也都係最好嘅事情。